究竟點樣至可以令到小朋友中意返學呢？啊，寓學習於娛樂，咁小朋友一定中意啦。今日好開心可以嚟到屯門樂善堂鄧德廉幼稚園，佢哋就做得到啦，因為佢哋主張用遊戲提升同埋促進小朋友嘅學習興趣喎。啊，仲有啊，佢哋實行咗處處係教室添啊！即刻入去睇下啦！學校咧係着重小朋友個全人發展啦，咁就係提倡發掘同埋培養咧學生嘅才能同埋專長嘅。同時咧，我哋都會咧去發掘小朋友咧一啲嘅心理上面一啲嘅正向元素，例如培養佢哋咧正面、積極、愉快等元素咧，期望佢哋用呢一啲正面嘅態度咧面對日後中嘅生活挑戰，從而建構愉快積極嘅人生。我哋會引入咧美國嘅教育學者國際啟發潛能教育啦，同埋情志發展課程 Key-Emojis 嘅。咁我哋會透過咧4大方向咧去推動正向校園，包括第一個咧就係課程設計，第二咧就係我哋嘅環境佈置，第三咧就係我哋嘅教師培訓，第四咧就係我哋嘅家長教育。咁喺個課程設計方面啦，老師會按住小朋友唔同嘅年紀啦，去設計唔同嘅課程俾佢哋。咁透過咧一啲具體化嘅活動咧，讓小朋友咧去認識情緒啦，同埋表達情緒嘅方法。咁第二啦就係我哋嘅環境佈置啦。咁老師咧會按住小朋友嘅年齡咧，去同小朋友一齊佈置個正向課室嘅。咁第三咧就係教師培訓，咁我哋每一年咧都有唔同嘅教師培訓啦，會請咧教育學者咧係嚟自美國啦或者本地嘅顧問啦，去教老師一啲嘅正向技巧，咁讓老師咧透過一啲嘅教育方法，例如遊戲中學習、模仿中學習、重做中學，讓學生咧可以透過喺愉快嘅學習環境之下咧，培養佢哋咧正向嘅知識、技能同埋態度嘅。咁另外咧就喺家長教育方面啦，咁我哋咧期望正向嘅教育啦，同埋正向嘅氛圍咧，係由學校延展到去屋企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都會有唔同嘅正向講座啦，同埋正向嘅工作坊，咁教授家長一啲咧正向嘅育兒方法，讓家長咧喺屋企都可以用呢啲嘅方法咧去教導小朋友嘅。我哋學校除咗有室內嘅活動空間，仲有一個好廣闊嘅戶外空間嘅。咁我哋老師咧會特登去佈置唔同嘅環境設置咧，去俾小朋友，因為小朋友咧個學習其實係透過五官嘅感官去學習嘅。咁另外咧，我哋學校都有個小花園，咁老師咧會俾任務咧小朋友們咧係合作去種植嘅。咁透過種植嘅活動咧，小朋友唔單止可以訓練佢哋一個社交技巧啦，同埋合作精神，同時都可以透過種植嘅活動咧，讓小朋友咧係認識愛護大自然、尊重大自然嘅態度嘅。我哋學校咧秉持住處處是教室嘅教育理念，我哋深信咧小朋友學習唔單止局限喺課室或者學校裡面，我哋都期望咧小朋友可以走出社區，有意義地學習。咁老師咧就會去安排小朋友去參觀郵局、超級市場或者理髮店，咁讓小朋友咧可以透過實踐中咧運用佢哋課堂學到嘅知識，從而咧提升佢哋嘅自信心。希賢啊，平時中唔中意返學㗎？我中意返學，哎呀，點解嘅？因為可以見到老師同埋小朋友。咁平時喺學校裡面咧學咗嘅嘢，會唔會同爹哋媽咪講㗎？會喺學校學到嘅影子。咁學到之後返屋企點做啊？同爸爸媽媽一齊玩影子遊戲。你會喺度咧睇到啲咩菜啊？羅馬生菜。咁你覺得好唔好玩啊？我覺得好好玩啊！仲試過喺學校食完水果之後，拎啲核出嚟種，睇住見自己棵植物一日一日咁長大。學校嘅一個開放日啦，咁我同太太嚟到，咁都聽到羅校長佢表達緊佢哋嘅教學理念。咁當中有一句説話都好 touch 到我，同埋好 inspire 到我，就係話當今嘅學習唔應該淨係着重於學術方面，興趣嘅啟發非常之重要。我哋係要以興趣帶動佢學術，去令到佢成長。
我同埋喺佢表達嘅過程入邊，我見到羅校長嘅本人啦，同埋佢嘅團隊咧，都係講到眼神係好有火、好有光嘅包種嘅一個活動啦，端午節。咁我見到我嘅女女啦，個改變都好大。由初初第一次 join 活動嘅時候，佢係冇咁留心，冇咁專心。到去到啱啱個端午節包種活動入邊，佢會好細心咁聽翻導師嘅講解啦。然後聽完之後咧，佢會係作為個導師手把手教翻我包種喎。呢樣嘢我都覺得係好 surprise 嘅。今日嚟到樂善堂鄧德廉幼稚園，一入到嚟咧，你會發現咧真係處處有課室㗎。即係我一路行去走廊嘅時候咧，我發現呢度已經好多唔同嘅學習嘅工具，甚至乎一啲咧製成品，令到小朋友一個過程入邊咧，真係達到一種沉浸式嘅教育嘅。第二樣嘢，頭先同校長傾偈嘅時候咧，佢話咧會經常帶小朋友出去咧社區又好啦，甚至唔同嘅地方咧，俾小朋友咧真係我哋講咧書本上咧就叫世界觀，但係走出世界我哋叫觀世界，令到小朋友從細到大咧明白到原來咧我學緊嘅嘢點樣可以利他精神，甚至幫個社區嘢。最後咧頭先同家長傾偈嘅時候咧，佢話俾我聽咧學校咧原來會舉辦好多一啲親子班啦，甚至乎好多家長班，令到家長咧真係明白到點樣幫小朋友喺幼稚園階段咧成長得更加好，甚至要培育佢哋正向品格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各位家長你真係好想了解一間原來幫助小朋友培育正向品格，甚至乎令到小朋友從細學識點樣去利他，更重要點樣愛護個環境嘅話，我鼓勵你了解更多依間學校啦。